就是这个味道，太喜欢了。就好的鞋闻起来都是香的。朋友，就这一双鞋你有穿过吗？你要是连穿3天啊，能把它给穿臭了，我就连迈巴赫你拿去开3个月行不行？此视频为证啊，我说到做到。这双鞋就是来自杜莎雷卢的冬季新款定制的金标系列手工阿帕奇，你在外面渠道没有选对都很难买得到，一起来感受一下。整双鞋做到了 oversize 的版型，男女老少都能穿。包边皮料用到了孟加拉的纳帕小软皮，这是迈巴赫坐垫上的御用皮料，耐磨耐刮。雨滑时的鞋面搭配上的小金边会更显奢华。内里更是针对北方的朋友升级到了加绒加厚的亲肤 baby 绒，保暖又舒适。鞋口加高2公分，保护到你的踝关节位置不受冻，穿到北方零下20-30度完全不在话下。喜欢吗？赶紧来我直播间了解一下，源头工厂一双都是惊喜。